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，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过年假期这天气是啥款。这摆年假总共有9天，气象局表示讲，这年假期间天气变化真大，对即马开始会变较寒，拜一日初一日的时阵会变较烧热，落尾搁再翻冷，提醒大家就要注意这气温的变化。街路的民众外套穿条条，甲前几天的好天气无同。气象局估计28天气反凉，29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，会有阵雨。接落来到围炉暝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全台气温拢会搁再降低。小年夜到除夕影响的这一波冷空气的强度，我们目前评估大概是以到冷气团的强度为主，好，然后中部以北的最低温大概是12度到14度，南部跟东部大概是15度左右。气象局表示，年假期间天气变化大，拜六开始各地头拢会较冷，嘛有阵雨。礼拜到拜一围炉暝水汽减少，冷气团影响天气会愈来愈寒。初一到初二冷气团减少，气温提悬，水汽小可增加。初三到初四风面通过，加冷空气南下，天气搁再反冷，雨水嘛增加，一路影响到初六。温度趋势是呈现先冷稍微温，然后又再降温的这种状况哦。整体来说，变化的幅度还有速度都蛮快的。老人家、小朋友或是体弱的人，可能要特别注意保暖。大家假期间南来北往，可能要留意南北的温差。年假期间敢有机会落雪？气象局表示，围炉暝凌晨虽然气温上低，但是水汽可能无够。1月30日、初一、初二这3天，有可能伫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拄着落雪。记者郭不君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